喺燈火漸暗嘅香港深宵，一場突如其來嘅直播風暴好似龍捲風咁，橫掃咗成個娛樂圈，將前港姐冠軍楊思琦再一次推到咗風口浪尖。呢位曾經用甜美笑容同埋出色才華征服咗無數觀眾嘅女神，喺直播間裏面情緒崩潰，眼淚好似斷線珍珠咁速速流落，爆出咗多年嚟一直隱隱嘅驚天猛料，搞出一場轟動全港嘅大戲。嗰晚睇落去好似好普通，楊思琦同平時一樣坐喺直播間裏面，準備同粉絲分享佢嘅音樂同生活。不過隨着直播深入，佢情緒突然失控，眼淚喺眼眶度打轉，最後成行咁跌落嚟。對住鏡頭，佢哽咽住話：今日我要講出埋喺我心入面好多年嘅秘密，呢啲秘密好似塊大石咁壓住我，壓到我喘唔過氣嚟。直播間氣氛瞬間好似凍咗咁，粉絲紛紛留言問發生咩事。楊思琦深呼吸一口氣，好似下定決心咁，慢慢開聲：你哋都知道我有個女，但我從來冇公開過佢生父係邊個。今日我要話你哋知，呢個秘密背後嘅故事，比你哋諗緊仲要複雜。時間翻轉頭去20年前，嗰陣時嘅楊思琦正值青春年少，係娛樂圈中一顆好耀眼嘅新星。據知情人士透露，嗰陣時佢同一位富商陷入熱戀，兩人感情升溫好快，甚至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不過就喺婚禮前夕，富商突然變卦，臨陣悔婚，俾楊思琦帶嚟好大打擊。我嗰陣時以為佢係我嘅真命天子，點知佢會咁對我。楊思琦喺直播中哭住話，更加令我絕望嘅係，我發現自己懷孕咗。我知道呢個仔女留唔得，但作為一個媽媽，點忍心放棄佢？喺巨大心理壓力之下，楊思琦選擇咗獨自生下呢個仔女，並承擔起撫養嘅責任。佢好清楚，作為公眾人物，未婚生女會俾佢事業帶嚟好大衝擊，但佢依然毅然決然做出呢個決定。多年來，關於楊思琦女嘅生父身份一直有好多傳言，有傳言話係一位內地跳水運動員，亦有消息話係一位神秘富商。不過喺呢次直播中，楊思琦卻爆出個驚人反轉，其實我女嘅生父唔係你哋諗緊嗰個人，佢係我曾經好深愛過嘅一個男人，但佢唔係我可以依靠嘅避風港。隨着楊思琦嘅爆料，直播間觀眾紛紛猜測呢個神秘男人嘅身份，有人猜係娛樂圈中某位大佬，亦有人諗係商界某位精英。不過楊思琦就守口如瓶，冇透露更多信息。喺呢20年裏面，楊思琦一直默默承受住外界壓力同指責。佢好清楚，作為一個單親媽媽，喺娛樂圈中立足有幾艱難。但佢依然憑住自己嘅才華同努力，一步步行到今日。呢20年裏面，我成千上萬次諗住放棄，但每次我一睇到我女嘅笑容，我就知自己唔可以倒落嚟。楊思琦喺直播中感慨話：我為了佢付出太多，但我從來冇後悔過。不過內心嘅掙扎同痛苦從來冇真正離開過佢。佢成千上萬次喺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思念住嗰個曾經深愛過但又傷害過佢嘅男人。直到呢次直播，佢先至終於鼓起勇氣，將心入面嘅秘密一吐為快。喺直播間裏面，楊思琦情緒幾度失控，眼淚流個唔停，但佢依然堅持住將故事講完，好似要將多年嚟嘅壓抑同痛苦都傾瀉出嚟。我知道呢個秘密一旦曝光，我將會面對更多指責同謾罵。楊思琦哽咽住話：但我已經唔在乎啦，我已經隱忍咗20年，呢次邊個都唔想攔住我。直播間觀眾被楊思琦嘅真誠同勇氣所感動，紛紛留言表示支持。有人稱讚佢係真正嘅勇士，敢於面對自己嘅過去；亦有人表示理解佢嘅痛苦同掙扎，願意陪伴佢一齊行過呢段艱難嘅時光。喺呢場娛樂大戲中，好多內部人士都紛紛站出嚟爆料，為觀眾提供咗更多關於楊思琦嘅猛料。
據一位曾經同楊思琦共事過嘅娛樂圈人士透露，楊思琦喺未婚生女後一度陷入絕望之中。佢曾經嘗試尋求富商嘅幫助同支持，但遭到無情拒絕。呢位人士仲話，楊思琦喺撫養女嘅過程中付出好大努力同犧牲，佢唔單止要照顧女嘅生活起居，仲要承受外界嘅壓力同指責。另一位知情人士就爆料話，楊思琦喺直播前幾日一直處於極度緊張同焦慮狀態，佢擔心自己嘅爆料會引發更大風波同爭議，但最終都決定勇敢咁站出嚟面對一切。從楊思琦角度嚟睇，佢作為一個單親媽媽，喺娛樂圈中立足本身就好唔容易，但佢依然憑住自己嘅才華同努力一步步行到今日。佢嘅勇氣同堅持令人敬佩，亦令人心疼。而從富商角度嚟睇，佢臨陣悔婚唔單止俾楊思琦帶嚟好大打擊同傷害，亦令到自己背負上道德譴責同輿論壓力。佢嘅行為令人唔齒，亦令人反思。喺呢場大戲中，我哋睇到人性嘅複雜同多變，亦睇到愛情同責任嘅重要性。佢提醒我哋要珍惜眼前人，勇敢面對困難，承擔起自己嘅責任同義務。從佢喺直播間情緒崩潰，到佢喺撫養女過程中嘅努力同犧牲；從佢喺娛樂圈中嘅奮鬥同拼搏，到佢喺面對困難同挑戰時嘅勇氣同堅持，呢啲細節都令我哋深深感受到楊思琦嘅唔易同偉大。楊思琦嘅人生經歷咗一場從巔峰到低谷嘅大起大落。佢曾經以港姐冠軍身份風光無限咁站喺舞台上面，接受住無數人嘅羨慕同追捧，但而家就因為未婚生女等事件而陷入輿論嘅風口浪尖之中。呢種人生轉折唔單止令人感慨萬千，亦令人深思不已。佢提醒我哋喺面對人生中嘅挫折同困難時，要保持堅強同樂觀嘅態度，同時都要學會反思同總結自己嘅經驗同教訓，不斷提升自己同完善自己。儘管直播事件俾楊思琦帶嚟好大衝擊同影響，但佢卻展現出驚人嘅堅強同成長。佢冇選擇逃避同放棄，反而勇敢咁站出嚟面對一切，承擔起自己嘅責任同義務。喺直播後幾日，楊思琦通過社交媒體向粉絲報平安，並表達咗自己嘅感激之情。佢話自己會繼續努力工作同生活，為女創造一個更好嘅未來。同時呼籲大家俾多啲支持同理解佢，一齊行過呢段艱難嘅時光。喺呢場大戲中，我哋仲見證咗輿論場嘅反轉同變化，從最初嘅指責同謾罵，到後來嘅支持同理解。喺直播事件發生之後唔夠耐，好多網友同媒體都紛紛對楊思琦嘅行為表示質疑同批評，覺得佢作為公眾人物，應該更加謹慎同負責任咁處理自己嘅私人事務。不過，隨着時間過去，有更多猛料被爆出，加上楊思琦本人真誠回應同解釋，輿論場就開始慢慢有反轉同變化。越來越多嘅網友同媒體開始表示支持同理解楊思琦嘅決定同選擇，覺得佢勇敢咁站出嚟面對自己過去同未來，係值得敬佩嘅。同時，大家亦呼籲俾多啲包容同鼓勵佢，令佢有勇氣去追求自己夢想同幸福。雖然富商喺直播事件之後一直保持沉默同低調態度，但隨着輿論場反轉同變化，加上楊思琦本人真誠回應同解釋，佢都開始慢慢意識到自己嘅錯誤同過失，仲嘗試同楊思琦和解同釋懷。據知情人士透露，私下富商曾經多次向楊思琦表達自己歉意同悔意，仲話願意承擔起自己應有責任同義務，去彌補過去嘅錯誤同過失。而楊思琦收到呢啲道歉之後，都話願意俾富商一個改過自新嘅機會，希望大家可以以朋友方式相處落去。呢種情感修復唔單止令楊思琦感受到溫暖同關愛，亦令佢更加堅定自己信念同決心，無論面對幾大困難同挑戰，都要勇敢咁面對一切，承擔起自己責任同義務，去追求自己夢想同幸福。隨着呢場轟動全港嘅娛樂大戲慢慢落幕，迎來新嘅篇章，我哋都開始期待楊思琦未來嘅發展同變化。
據知情人士話，喺未來日子，楊思琦會繼續堅持自己音樂事業，努力提升自己唱功同表演水平，同時都會積極揾新機會同發展方向，去拓展自己事業領域同影響力。除此之外，佢會更加注重家庭同生活平衡，努力為女兒創造一個更加溫馨幸福嘅家庭環境。我哋相信喺未來日子，楊思琦一定會以更加出色嘅表現同更加堅定嘅信念去迎接新挑戰同機遇，用自己努力同汗水去書寫屬於自己新篇章。喺呢場轟動全港嘅娛樂大戲中，我哋睇到人性嘅複雜同多變，亦睇到愛情同責任嘅重要性。我哋見證咗楊思琦從巔峰到低谷嘅大起大落，以及佢內心嘅掙扎同痛苦。我哋都感受到家庭支持、粉絲力挺，以及社會輿論對佢成長同發展嘅影響。最終喺呢場大戲中，我哋睇到一個更加真實、堅強同勇敢嘅楊思琦。佢勇敢咁站出嚟，面對自己過去同未來，承擔起自己責任同義務，用自己努力同汗水去書寫屬於自己新篇章。我哋好期待喺未來日子可以睇到更多關於佢嘅故事同傳奇。